其实信仰是会活泼的，因为信仰是会带来生命力，所以信仰要让它有活泼的信仰。然后灵性要怎么样？他说灵性需要继续去喂养，啊，所以我们肚子会不会饿啊？会饿都要吃嘛，对不对？但是生命也是需要怎么样喂养？好，你一定要有智慧，要有生命力，哈。所以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哈。你今天你的路，你的你的那里来的歌。唱华语是看看，每日要祷告主，你要记得每天要祷告，要有活泼的信仰，你心必须不断喂养。好，我们来看右手边那一首哈，天地万纲响应，好，天地万纲响应。那我们一样的方式，我们也唱下面的哈，我们先慢慢唱哈，来。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跟感谢，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创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透过主你话语的智慧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一生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求告神，主你必定为我们安排在前面的道路，得着智慧的心，甚至让我们在平安，让我们在健康，也让我们在顺遂当中。能够经历神你所赏赐的丰盛，再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后面的同学哈，你们在这边哈，等下离开吧。还有9点差走啊？啊？9点差离开。你在等人吗？9点。没有。9点哦。我要等手机。那你们今天非常可以有跟牧师哈，我们一起来看圣上帝的话。那个。蒙天。啊？蒙天。蒙天？什么叫蒙天？我唔知呢。台语蒙天就是说加点听。哦，不知啦。反正课堂的课业，我们有时候听不下去。我们别困了。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到底他们在讲些什么？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3章哈，《使徒行传》的第3章，我们今天从第1节看到第10节，第1节看到第10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彼得他自从耶稣死后，那他又讲到，那再次告诉每一个曾经跟随耶稣的人，不要害怕，耶稣不是死了就没了，而是耶稣死后也是真的复活。那这个复活对很多人来说，要相信是非常难的。可是后来呢，的确，当
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你们觉得这世代有没有很弯曲啊？我们现在政治讲的东西都怎样？似是而非，第二代几个公正对，他们第二代几个公正对，这就是弯曲的时代，所以呢，我们现在都要非常有智慧，不是只有基督徒，只要是人都需要有智慧，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第3章，彼得他医治瘸腿的乞丐，那为什么路加作者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其实也在对当时候的每一个信徒还有犹太教的人在说话，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第1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听见那个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就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就一个瘸腿，对吧？然后这个瘸腿他有什么习惯？他就是每天都会有人把他抬到这个圣殿的门口，那个圣殿叫什么？美门啊，美门的门口。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是叫美门？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影射教会有没有很美？有。可是外面有没有很多需要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都需要周济？有没有？可是他们有没有进入美门里面？没有，因为圣殿里面才是重点。可是他却是迟迟都是在外面，好像在等人家医治他，希望能够得着人家怎么样去赞助他、帮助他、给他钱。那一开始呢，伸出祷告的时候，其实犹太人他们有3个时间在祷告。那个事出，应该是溢出来一个乙是没错，事出就早上9点，然后呢晌午，中午3个小时，晌午，然后下午申出3个时间，那申出就是下午3点，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就上圣殿去。那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呢，注意作者说生来就是瘸腿的，那为什么他生来就瘸腿？这个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作者他特别要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这个重要的这个他所写的书卷里面，生来就是瘸腿，其实这是暗喻。暗喻什么？他看得见吗？看得见。他有没有手？有啊。有没有？他什么都可以有，唯一就缺乏的是什么？一只脚。脚不能走路。有时候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有的人喝卡喝酒，现在少年人我们看这些国中生他们至少会想说，我想要赚钱，对不对？我们生活不下去，至少我们想要赚钱，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他们是懒得走。阿公啊。你有阿公啊？妈的，那个脚不用那要干嘛？对，脚不用要干嘛？那很多时候你知道对的事情，你要不要去做？对的事情要不要做？做啊。要不要做？做啊。如果你不做对的事情，如果你不做，那就跟这个瘸腿是一样的。那你要不要？你有书可不可以念？有，可以啊。那你要不要念？不要。懂我意思了吗？懂啊。但你们要学习，我们也都在学习。以前牧师也不太喜欢念书，可是我就听到有人讲说，你可以念
还没钱。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包含基督徒也一样，我们知道爱一个人很重要，可是我们却走不出来，爱不下去。那一个人脾气不好，那一个人习惯不好，看着就不顺眼。换那个人说，我想要对你说，那个今天牧师得到对面那个一位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就来跟我讲，牧师，我想问一下，这隔壁这个是怎么了？他们好像我在直接吹给他那样，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对，有些时候人在很多时候不知道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问题的时候，他会连带的开始在影响他身边周遭的关系人。对，不是，对那个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的确，我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都是晚辈，我们学习怎么样尊重长者。遇到他我们还是有礼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学生，你们现在不喜欢念书，对不对？去到学校，你们要不要尊重老师？要。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你原本你知道该做，但是你还是一样，不要当一个学徒，因为你可以吃，你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一个门口，要求进店的人周济。注意看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他虽然每次都来到圣殿门口，他就是不懂得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去求告那位上帝，而他宁愿在外面得着更多的人给他的帮助。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曾经经历过，有人说牧师，教会有没有什么工作？不是你们学生来问牧师的，以前牧师就常常遇到游民，遇到一些街友，他们进到教会都是在问教会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可是他们不会去想到的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是需要什么？真实的需要，我就告诉他，你如果真的要吃饭，我会带你去买。包含外面的警察局，你真的有困难，你告诉他，他一定会带你去买个东西吃。可是呢，重要是什么？是能力的问题，心态的问题。那这个学者他也是一样，他要求进店的人周济他。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店，就怎么样？注意看一下第3节，他说什么？就求他们周济。注意，他已经表现出他的心态。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人家帮助他。然后呢，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为什么他要看他？你们觉得彼得、约翰看他有什么目的？不爽看。好看，他长得好看。搞不好很正。来，我告诉各位定睛看他其实还蛮特别的，有几个意涵。我们要他在彼得、约翰在确认这个学者他的光景，他对他的生命光景是什么？譬如说那个子安这位同学，黑色衣服的。一个人。风鸣。风鸣啊。风鸣，好，拍谁？风鸣。你说你想工作对不对？那工作你是为了做什么？探级啊。探级不要探级，对不对？过生活。过生活，对不对？如哥过生活之后呢？帮我妈。除了生活，你还会希望叫什么？帮助我妈。帮我妈。帮你妈妈。对不对？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因为了要赚钱，能够帮助妈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会更好的方式？现在认真读书，以后赚更多的钱。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有一位教会的哪有说读书就一定可以赚大钱？搞不好不读书也可以赚大钱。没错。比较难啊。对，但是呢，假如有读书，我们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女孩子她现在已经很正吗？2个孩子，她很正。可是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姐妹呢，她现在2个孩子都已经出社会了。她几岁？她在40几岁的时候，她才念大学。然后牧师曾经问过她说：“你为什么现在才在念大学？她念夜校，而且都是第1名。”她就跟我讲说：“牧师，
会成为一个资格，评准的资格。但是呢，假如你现在去工作，也有可能成为办大事的人。可是你一定要先从小事上。你做细汉就开始啊？你做细汉就开始啊？对细汉就开始了。对啊。对，细汉代志开始做最好。小事上做起，未来你才有可能做大事。干大事。好，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考虑，还要去可以讨论的地方哦。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就是说这个瘸腿的他虽然眼睛能看，但是虽然就只有脚不能行走哈，那到底他在属灵上的缺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7章后面新约后面罗马书第7章15节跟18节。第7章，罗马书第7章第15节。第7章第15节这一段话刚好是保罗他讲到那种人的心态，人的心态最常有的一种反应。他说什么呢？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意思讲好的，你明知影，但是你你不爱做，袂记做，袂练做。歹的安怎？我偏偏要去做。他说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明白。所以我告诉各位，假如你现在是正处于这样子心态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再看后面第18节，第18节，他说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哇，他讲得很有意义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做出来偏偏都是什么？由不得我。我无多啦，伊逼我呀，伊逼我，所以我得安尼做。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在我们行为方面，我们怎么样学习，学习做一个改变，我们自然就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原本好像是瘸腿的生命，走进去那个圣殿里面。所以这个圣殿里面是什么？是美门。这内底圣殿内底有做者上帝的意会，上帝的智慧，甚至丰富的智慧跟祝福。好，我们再翻回来我们一起来看。那这个地方呢，你有没有发现彼得说：“你看我。”一开始第4节一开始说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牧师有讲到说什么？确认对方的光景然后呢，给对方表示什么？同情。我问各位有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他说：“聪明，你让我到场干我。”到场干啥？袂歹，他马上说：“你到场干啥？”有的人就是安尼有的人讲聪明，你会使让我到场干我。无用啦，我头早。所以彼得、约翰他定睛看着这个瘸腿的人，有一个目的，他是表示同情跟尊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有些时候让人高高在上，看事情、看代志，人看大无看低。咱来安怎？咱来把咱的生命去比较好些去看伊个需要的，有需要的人。好，甚至呢，彼得、约翰为什么看着他？他是要确认，他要了解这一个人他的生命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访，我们要关心教会的，我们不是不熟的人。我想问各位，牧师有没有常常跟大家讲，当你跟人家打招呼，你有没有眼神多跟给他3秒钟？来，我们来到教会，你们看到这些学生同学，真的牧师也在挑战各位你们会看他们像是在玩乐的孩子，还是你们把他们当作就像自己的孩子？这样懂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态度里面，彼得、约翰他们就是做好，他们不是说看到他瘸腿，他只是跟我要钱的，他就怎么样，他就进去圣殿里面祷告，并没有，反而是看着他们。彼得说什么？注意彼得还做了一个动作，他还把这个叫
去把它当做什么？环境一样，我被插我啊，家委又不看我，这个学生又不看我，他感觉好像也不知道要干嘛，我也不想要理他，我就走了。你懂我意思吗？其实不要小看这每一句话，这个作者陆家他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他是在告诉我们现在的人在观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实际上看的是旷皇如旷野，没有的。所以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就看彼得、约翰，指望着得到什么？我很期待。像公民啊，刚刚的牧师说，就是我想要恢复工作。刚刚我也听到说，你希望能够帮忙家人。那我觉得我们要重视这件事情，好好关心这样子的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不得不，而且他们是为了家庭，为了生活。他们在努力，好像之前我记得你们也有个朋友，他从是新竹还是桃园？像啊，阮朋友哦，山上你讲咧车里个，阮朋友哦，伊嘛是去做去人经理干嘛对无？无，即摆无做啊。阮老爸就有钱，免趁钱啊。没有。阮老爸就不叫他去工作啊。是，所以没关系，我觉得重点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他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是呢，重点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像彼得、约翰，他就看着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什么？看我们，你看我，然后然后你注意起来看，伊就来看，然后呢，开始来做邀请啊，他什么引发注意引发对方注意看我们嘛，对不对？换万，伊不是讲定睛看他而已，他们说不看。然后呢，将心意开始表达给他们。所以彼得、约翰说什么？金和银、金钱我没有了，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要不要？看懂吗？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我们真的没钱，对不对？就算我们钱要给他，也会怕会害了他，是不是？有没有？对呀，他说他想要干嘛？可是他如果一天来，第二天也来，牧师也遇过在教会一开始的话，他来我想说就帮助他一下，先拿个1000块给他。他后来呢，2个礼拜后又来了，3个礼拜又来了，不一样的我们的心境就开始改变。所以很多时候，彼得、约翰在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告诉这个缺点说，金和银钱我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看你要不要。他说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很重要。他说叫你起来行走，感觉好像他如果这个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应该比我给他钱还要怎么样有价值。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第5节，我们再回去看第5节，那人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你们觉得他们这个瘸腿的掰开，他是想要得到什么？他是想要钱。可是钱真的对他比较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27节。第6章27节，这句话是耶稣在讲到说，每一个跟随耶稣、认识耶稣的人，希望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耶稣所给我们生命的粮食，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保足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他说不要，看到了吗？约翰福音第6章27节。27节说注意他说什么？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是谁？耶稣嘛。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那上帝透过耶稣来告诉我们人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不要为了要得着肚子的饱足，按照拼死拼命为着家己当生活的命，不要为了单纯只有能够生活。假如你的生命内在生命不健康，我告诉你，就算你赚得了可以有生活的金钱跟能力，但是呢，多好，我曾经遇过，我们都看过很多故事嘛，对不对？拼死拼命，盼钱有个行话，最后心配怕盼钱。好，所以嘉伟，牧师有没有常常跟你讲，7的东西不要常吃，有没有？包装的东西再怎么样，它一定有防腐剂，对我们身体绝对不好。那你们都还年轻，第一个影响到的是什么？脑部，是你们的脑部跟记忆力。那影响到你们的脑部跟记忆力之后，会影响到什么？学业，哇，不错，你很聪明。所以我们要，我们要了解，有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吃了过多的。不好意思，牧师可能这个多讲太多了，跳离这个主题。但是呢，牧师其实是要告诉各位，我们的重点，生命的重点，就是要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为着那永生的食物来谈，要为着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说，在你的生命有没有灵命，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富足？你的生命富不富足，那是很重要的。哦，好，所以呢，我们再次翻回来看，翻回来看。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记这个在1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这个很有名有一个神学家多马雅维纳他去找当时候的这一些教宗去觐见他们，去找他们。那去找他们的时候呢，刚好他进去教宗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教宗在那边数很多的钱。因为我们知道从彼得、约翰他们在跟这一些信徒讲到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感受到上帝是多么的爱他们，这个耶稣是真实的，他们是很多人相信。而且我们在第2章的后半段，信徒都怎么样？他们都将他们的什么财产都卖掉，凡物公用意思是很多人拿很多钱去奉献教会圣殿。所以当时候的罗马政府到13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当时候那个教宗他正好在那边算钱，算很多钱，刚好被这个神学家雅维纳进去就看见了。然后呢，这个教宗这个教宗他就说了，就跟这个神学家雅维纳就说了，我们终于不用再像彼得一样，说金和钱我都没有。牧师，我好奇问一下，你们每天都讲这个？你们每天都讲这个？没有，我们只有礼拜3。我说礼拜3每天都讲一样。没有，不一样，还是都不一样。那么久。然后这个教宗呢，这个教宗就跟这个彼得说我们不用再像彼得当时候一样，金和银我都没有。你知道吗？这个神学家雅维纳很有意思，他就回复了这个教宗，他说是啊，我们是现在金和银我们没有缺的，可是呢，也相对的，我们也对于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要让人起来行走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很有意思你要的是金钱还是能力？你要的是生活还是生命的富足？这个很重要。所以以前牧师也曾经讲过，假如说我不当个牧师，我大概是一个比较赚钱的，我很想要赚钱。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我们的生命还活着的时候，特别我又经历了一场车祸，我更深的体会到说，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好，所以呢，这个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回想，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随主，我们是像这位瘸腿一样，还是能够学习像这位太像一样？我们学习说跟人家说什么？有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不好意思，金额我不是都没有。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还可以稍微帮助你。但是呢，我期待我能够将我所认识的
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的话，福音都给你，告诉你，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去学习。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把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把我们生命所拥有的分享出去。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在新约后面啊，哥林多后书第6章4节。第4节，然后我们也再看10节到11节。这段话是保罗使徒保罗他本身也在讲到说，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做神耶稣的门徒，做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了解我们是上帝所要用的人？好，第4节说，我们从第3节好了，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继续监禁、扰乱、刑罚、警醒、不实、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好，先到这边。其实我特别讲到是第4节里面有谈到的忍耐、患难跟穷乏跟困苦，这几个东西最常容易让基督徒的信上帝的人最容易跌倒的地方。要干嘛？我们很容易没有办法让人感觉到我们真的是上帝所要用的人。我们因为了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忍耐，我们为了一些事情患难，有没有？像环境的变化，台湾国家的问题，有没有？患难，我们有没有坚强的信心？我们穷乏，你有赚钱的时阵，国籍的时阵，不足的时阵，有没有？我们要做上帝的工，会不会不足？也会啊。我们教会建堂也曾经经历没钱嘛，对不对？我们曾经想说，哇，我们真的没钱怎么办？牧师，我们真的有要建堂吗？假如现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假如今天我们大桥教会，上帝恩待我们复兴了，改变了，人也一直进来了。真的，我们这里都装不下了。我们的信心要建堂，会不会比第一次建堂更有力量？一定会。而且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不需要再想太多，而且我们非常清楚，上帝自然会预备。所以牧师也要鼓励这个后面我们这些同学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你要面对的困难。你们也不要把它想得太难。试着去把它分享出来，找一些教会的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婆婆都可以，把你们心里面的话跟上帝说。那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多虑的，用给想的，但是往往是需要一个步骤，就是把它跟上帝说，让上帝知道。我觉得上帝爱我们，我们要不要去？刚刚我们听到这个什么风鸣，是不是？有没有？我们听到了，你们有没有一颗怜悯感动的心？觉得说，我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想不想要去关心？都只是点点薄而已。要有那种热情呢，有对，真的是有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关怀不是我们自己都为了自己的代志安尼伫啊乐乐走走，然后要爱你做工的时候，我做较济啦，我做无用的。我甲你讲，咱的时间里面等有一天咱甲主上帝见面的时阵，上帝一定甲咱问讲，你为我做啥？这叫高效。所以这是你甲上帝关系毋是无属我咱去看落去第10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保罗教导我们说什么？似乎忧愁，却是要怎么样？常常快乐的啦似乎怎么样？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什么？
样样都有的。来，我即摆问你，等你即摆你无钱通还的时阵，小兵儿，你敢会去讲我无钱？伫遮圣经在咧甲你讲，我们要换个方式，心态嘛，对不对？需要教会需要你的时候，当你自己有负担想要奉献的时候，你可以跟神求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忧愁确实常常快乐，那、你在快乐什么东西？快乐什么？你心里有主啊，有没有上帝啊？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有主才快乐嘛，因为上帝是我们的能力啊，能力的来源啊，不是吗？包括我们其实青菜也在嘻嘻哈哈，那种嬉皮笑脸的人，不是哦。这里说的快乐是因主而快乐，因为有主，似乎贫穷，却是让人许多人富足。那个是非常大的信心的盼望。好，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哦，你看有很多人他在服侍神，不都是在经历神的恩典吗？有没有？可是有些人他们从来不去经历这些，他们总是在那边 murmur 唠叨，说啊我够可怜啊，我拢无通安怎啊？我告诉你们，去观察这些信徒跟我们自己身边周遭的人，他到最后都还是在那边 murmur，他得不着什么叫做丰富跟喜乐。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去经历一个什么叫做真正富足的生命，那太重要了哈。好，11节，保罗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是在乎你们的心肠狭窄。”明白了？今天现在牧师跟你讲这些，你可能也跟我是反向而走的哦。你可能也会说：“我是。”但是你活伫迄种环境较好诶，你也毋是我啦，你也无经历过啥物叫做苦读。你心内有可能开始咧想这代志呢，但是牧师是要告诉你们的，不是你们拿你们的生命来跟我比，是你要拿你的生命是否真实的跟耶稣基督相遇，认识到这个福音所要带给你生命的富足，生命的盼望。好，所以呢，13节哈，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怎么样？保罗还说报答我，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哇，他就真的就是那么关心他身边周遭的人，鼓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同样得着这份丰盛的恩典与祝福。好，我们翻回来哈，我们翻回来。好，所以呢，彼得跟这位瘸腿讲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这个彼得就做什么动作啊？你们觉得彼得拉了这个瘸腿的人，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来，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拉他的手？我刚刚好，你这个是信心的问题。对，信心的动作。你哪有信心哦？你敢嘴跟他痛哦？金和银我都没有，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可是呢，没有，就好像我终于理解说为什么有些牧师他去到那种病床旁边，真的有些牧师他不是祝福他，我奉拿撒勒，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神医治你，帮助你。那有些牧师他就这样把他你的手，信心真的，你有没有看过布道会那些牧者？真的，我也在揣摩，我有那种信心。要祷告为一个病人，真的期盼他说上帝会医治他，那是信心的考验。所以彼得他做了这个动作，拉着他的手，要扶他起来。拜托，大家看的都在一起掰他来的，他竟然要扶他起来，就代表他心里面认为主已经医治了你，因为他看着他的眼睛，他看着这个人。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话，我也看着他，知道你可以。所以扶着他之后，他的脚和这个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怎么样？跳起来站着，而且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而且还跟着彼得、约翰就这样走进去圣殿里面哦，走着跳着赞美神，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好了以后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同学，你这可能许新雅，新雅，还是谁啊？公司问了几次？新雅，假如有一件事情你原本不太可能的事情，你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突然间上帝听你的祷告，然后给你的，你会怎样？很开心啊。很开心。那你想不想得到？就像这样。其实彼得、约翰他们就是在帮助旁边这一些病人、穷人，甚至包含瘸腿的人，在经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赞美神，一个人的生命得着改变跟医治的时候，需要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行为、行动？有感谢，还有什么？这里好像没有写感谢。赞美神，他是有行动的，他不是只有感谢。有感谢不会赞美神，他不知道，他只是感谢哇，主啊，你多谢你哦，多谢你给我医好了，我即马会当开始来做什么工课？应该感谢给上帝。我感谢，赞美一点可以吗？会赞美上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会感谢神。感谢人就会赞美。对，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伊会讲伊来感谢嘛，你看起来伊敢若讲真感谢。他的像也是很有心的。对，不太一样。所以呢，赞美神很重要，因为赞美是上帝的宝座。当我们人为什么要赞美上帝？为什么我们都要在教会里面唱诗歌赞美上帝？我比较喜欢唱国歌。唱国歌。那个我们这礼拜哈，其实我觉得赞美上帝很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认识上帝的儿女会做的事情。因为你若袂晓学到上帝代表啥，这个神跟你是无关系，没有真实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这个神若是无听你的祈祷，伊袂允许你，袂准的。安尼你要不要再跟他祷告？应该很多人都不想祷告，也没有人想要去教会奉献，也没有人会想要去教会。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教会圣经里面都在讲的是一个神迹，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上帝医治的作为？有没有？牧师讲过啊，我车祸有没有被神医治？有没？我3天清醒了，而且我撞到是哪？那个牧师娘她有一个那个堂弟，他在大学的时候在台中中心大学在外面晚上被车子撞。后来他的脚断截肢，脑部撞到，他现在手部都会不自主的动作。他们是在绝望当中，现在还是这样。每个人的车祸都不一样，你会说啊，这个你讲懂，别人我敢换啊。可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当时我车祸，我已经是一个牧者，是一个传道人，还不是牧师。可是我已经奉献给上帝。可是我是真的在经历，我是到第4年还第3年的时候，我才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当我在发生车祸之前，我们当时候的大专中心的一个副长，他是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医师，他告诉我说：“我愿意传道，你要不要去找我的学弟，就是现在彰基的院长陈木匡医师？”他告诉我说：“不用，我台南哦。”我就说奇美这个是我亲戚，我说我在台南就好，结果来台南怎么医都医不好，医了2年哦，后来最后我平安公园还是听这个，一开始上帝透过这个医师来告诉我真的再去彰基找这位医师，很简单，3天手术，内视镜手术就好了。可是之后10多年之后，教会我们在建堂，我们牧师不是又脑膜炎吗？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我说不太可能？因为牧师在发生我们建堂10多年后，我再回去找那个陈医师，怎么可能？我那时候他们召集了10几个那个实习医生哦，他研究我这个报告，怎么可能？难道是我的医
素有问题吗？结果他再一次帮我做检查，没事，是真的没事。所以我会清楚知道，你们的牧师在我们要建堂的期间，新春，而且又是新春礼拜，有没有？我之前车祸之后都连续2年都新春礼拜老末营，好，那这一次教会要建堂不也是老末营？所以这难道不是上帝在说话？所以我非常清楚，人的经历是必须要不断去经历，这位上帝是真实，他是救人的主，他不像一般的信仰，是你拿钱给他，然后无好啊，无信啊，我不爱信你这个信，我来改你这个信。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这是需要去经历的。好，牧师过去也是替得领导，都爱替得，但是我就是借贵人勇敢去经历这位上帝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们要不要赞美神？要。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我们要过一个会赞美上帝的人。所以偶尔你们要学习拿起诗歌的，灵修前你们要拿起诗歌的赞美上帝。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圣经里面有讲到赞美是上帝的宝座哈。诗篇22篇，诗篇22篇第3节。22篇第3节，22篇第3节哈，他说，这是大卫的诗，大卫是一个诗人，他也是一个君王，哦，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作歌作曲的人，哦，他说什么？但你是圣洁的，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意思就是说，这位上帝是配得赞美，对不对？而且是以色列民族大家都在赞美的神。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后面22节，不是一样的22篇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啊，就是说上帝他没有在把他的脸盖起来不看那个受苦的人。那受苦的人呼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好，所以你有没有受苦啊？公平。你们受不受苦啊？还好嘞。还好。我过得蛮开心的。我们的上帝就是，只要受苦的人，你跟神求，主啊，我苦嘞，请你帮助我。那无可能啊，半信半疑就好了。你不相信？我就觉得半信半疑就好，不要太累。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给你参考。走火入魔会恐怖。所以他说什么？他说赞美上帝，什么事情我们都随时赞美。哦，好，然后呢，我们从第25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好，所以你的心要不要活着，就决定了你有没有办法继续赞美神。一个人他不会赞美上帝，往往是因为他的心很容易怎么样？自甘堕落，放弃自己，放弃环境，放弃很多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赞美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要常常有。所以两个人中间哦，相当相关相偏，相讲相关相偏，相当相塞。好，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多一点赞美。好，这个人他就算有一点点的进步，我们要怎么样赞美他？感谢主，这是上帝在你身上有不一样的改变。好，我觉得环境是需要有这样的环境。其实，在学校里面，牧师也是看到说，有很多老师，他们带给很多求学的孩子，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好，学习对孩子、对年轻人说赞美的话，
而不是说啊，这我上次就教过了，你们都没认真听，就这么一句话，这个孩子就怎么样，放弃了。会的。你就说我不认真听嘛，我就真的不认真听，做给你看。哦，不是有道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多一点赞美，人跟人之间不要因为小事情，好而彼此伤了和气。让赞美的话在我们这个环境、社会里面，能够不断的被渲染。好，我们翻回来哈，那第9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注意哦，前面是谁在赞美？是列拜他，列拜他一贺料，是吧？他会学习赞美感谢神。然后后来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这些百姓他们原先都是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他是亲眼见到。只要他亲眼见到了，他自然就会怎么样？他也会学习赞美上帝，这样懂吗？所以没关系，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到，你不知道怎么赞美上帝，你也不知道怎么赞美人，但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把你的生命敞开，把你的心敞开，然后呢，第10节，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满心稀奇惊讶。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时常去，基督徒很重要，就好像如果我们不去见证，让更多人认识上帝的真实，很可能就像风鸣所讲的，我对基督教也好，任何宗教也好，半信半疑，那懂不懂？半信半疑就好。很多时候是需要去经历的。我觉得是以前我的牧师是学理工科，我学理工科的，我讲究的是科学、理性。如果没有，我不相信。现在牧师怎么相信？我现在都在讲的就是经历。就跟你说那个车祸。那个车祸所以下次有机会，我还可以在私下再跟你多聊。所以牧师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不是只有我的生命是如此。其实有就好像我会讲过我的妈妈从小就在孤儿院工作长大。很多时候我妈妈现在她都一直感谢上帝，她只要有钱都是尽量奉献给教会。为什么？奉献给上帝用，是因为她过去贫穷经历过上帝所赏赐的丰盛，所以她知道怎么样在生命当中拥有的时候，她知道一件事情，这些钱都是什么？就像礼拜天牧师所讲，这些马门几样，金钱是什么？是领受来的，不是自己赚的，因为你赚的都是用心良苦去怎么样，去从人身上得来的。这个钱对你来讲只是单纯的可以帮助你维持你的生活，但是这个钱都还是我们自己去想。假如说，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要么就是什么敬拜神，要么就是怎么样敬拜马门嘛，就这样嘛，对不对？不可能说什么2个你都要。所以基督徒学习的不是说要你马上把你的什么钱都捐出来，不是，而是说你要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你就算你有能力赚钱，你要懂得这些都是上帝所给你的智慧跟能力。所以牧师时常提醒各位，疫情期间上帝给我们学习的智慧是什么？若上帝让你现在还活着，真的是恩典，是不是？你想的啦，你记得一开始的 COVID-19 时，包括你今晚对嘛，回家的电话看的，对吧？不是吗？你还说你想要去赚多少钱？别说别人说的，还活着已经是对，还活着就是恩典。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学习不断的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智慧。好，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今天的圣经解读，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好，拜拜。是。他在美国这里。
可是他就是没，因为他的用意他不在要进去，他可以进，他只是要人能够帮助他。就好像当我们看到有人他需要他来到教会，一定是会只是单纯想要得到他目前所眼前的需要。这时候这个意思讲犹太人他没有往这边，对啊，对啊，是可以嘛？所以这个犹太人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现在的我们基督徒？哦，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有人像是这样的人？我们之前不是我们遇过了，对不对？天天东东是不是？我们也遇过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时候，我们是会担心，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溢价又跟到那个溢价，哎呀，溢价，这乞丐，哦，乞丐，哦，乞丐，对不起，乞丐，乞丐，教要说了，所以你们的脑子多了哈，所以也欢迎哈，每一位如果你可能在无意间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聚会哈的弟兄姐妹哈，公司也鼓励哈，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我们大小教会，甚至也可以同一时间一起来收听。好，我们一起重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一起来领受神你的话语。感谢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位血鬼一样，这个掰开来想法，阮有时阮会当认真来去敲吹，阮生命应该爱得到有意义，应该爱得到的帮助，是对主你下来，咱毋是为着阮现实的生活所需要来去看伊。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读书，当阮来敲吹主你的时，上帝你的确也要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彼得相款，金甲文阮拢无，阮只有将阮所拥有的会当同阮身躯边的人做伙来分享。主，愿上帝你赐互阮，互阮会当真做为着主你来传扬福音，会当互侪侪要为咱主你的人来认捌生命所需要丰富的智慧甲帮助。愿上帝你嘛赐互阮，互阮继续伫头前的道路，会当做伙来起做上帝你所欢喜，传扬福音，用祈祷来经历上帝你丰盛的